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4，箴言13章21到22節安尼講：在下為對立罪人，反應是義人的報賞。好人留產業予子孫，罪人積聚的財富，最後歸義人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所行是義，通留產業予子孫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我滿心感謝來到你的面前，要頌讚你的聖潔甲公義。主啊！你是至高的活命主宰，你是至聖的獨一真神，佇你無一點仔的污穢，因為你的聖潔是完全無瑕疵的。主啊！願因為你的聖潔來敬畏，也因為你的公義來得到安慰，因為你的憐憫甲赦免的恩典，互阮通活。主啊！求你互阮以敬畏你來過聖潔的生活，成做阮生命的要緊。因為在下為對立罪人，反應是義人的報賞。好人留產業予子孫，罪人積聚的財富，最後歸義人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